起身發現突然間爆晒嘴皮，腫下。好彩因為 Benny 仔間唔中起濕疹，屋企有一隻澳門油看門口，搽完即時冇咁痕，第二日好翻好多。唔係嘅話，逢人都會望多我幾眼啊！ Hello 大家好，我係光頭 Benny。Benny 仔自細濕疹，塊面手踭一笪笪。今年轉季冇翻發，真係多謝呢個惡敏油。家下無論咩季節，Benny 仔沖完涼，我哋都會幫佢搽全身。呢支都用剩翻少少啦。日常一定要保濕，最好就係用有消炎抗菌效果嘅保濕啦。呢個係100%純鱷魚油，仲特別選用大馬鹹水鱷魚油。係大馬新加坡家常必備，BB 都用得噶。佢效果原理係咁嘅，鱷魚打鬥受傷，傷口好快好返，因為鱷魚啲皮自帶呢啲好嘢，而且對正晒我哋皮膚需要嘅，修復屏障、抗菌消炎、快速愈合。鱷魚自帶嘅抗菌肽，天然得嚟又有好嘅抗菌消炎效果，真係好難得。搽上去吸收得好快，唔會話好似有層油咁冚住，好唔舒服。有啲保濕膏油淋淋又黐粒粒 ，Benny 仔都唔肯用。Benny 仔前排日日喺度踢波，出汗犀利，對腳又開始出一笪笪嘢。Benny 仔醒目啊，自己識得搽，即時止痕，唔似以前咁亂拗，越拗越衰。搽2-3日就壓翻落去，濕疹問題少咗，翻學都開心咗，好心情都係濕疹嘅天敵嚟㗎，所以唔好過分焦慮，嚴重期都係要配合藥物治療。日常 keep 住基本保濕抗炎，呢款惡敏油實定幫到你。